今日嚟到中山市火炬開發區拍攝張家邊板塊豪稱豪宅嘅小區明珠1號啊！咁呢個明珠1號咧，入邊只有8棟嘅啫，屬於真正嘅低密度小區。我哋通過呢個 video 啦，欣賞一下呢個號稱豪宅區嘅明珠1號入邊嘅園林環境啦。咁呢個小區嘅園林環境咧係分2個板塊嘅，呢個板塊咧係屬於露營區嚟嘅。喺呢度居住嘅話咧，週末嘅時候帶上親朋戚友或者係子女嘅話，喺呢度兩邊進行一個露營活動，增加一下呢個親子樂趣㗎。雖然有8棟啦，但係樓下每一棟嘅架空層使用嘅空間都係有唔同嘅作用㗎。咁有啲棟數下邊咧係親子娛樂區啦，有啲棟數下邊係健身房嚟嘅。咁有啲架空層樓下咧係會客洽談區嚟㗎嚇，而且身後呢個位置係呢個小區入邊嘅公共游泳池嚟嘅。小區入邊有高檔會所嘅話咧 ，OK， 我可以介紹其他樓盤去俾你哋去參考㗎。咁呢個小區咧樓間距係非常之好嘅。棟與棟之間，我哋而家通過呢個視像都已經係見到㗎啦，足以所見隱私性係非常之高㗎。但係呢個小區園林咧，入邊係有一定嘅噪音影響嘅，比如身旁嘅逆線快線路啦，有好多嘅車喺度一來一回嘅話，個噪音係比較大嘅，並唔係公網所講得咁完美嘅。不過火炬開發區咧，未來會有2個地鐵口嘅，其中一個地鐵咧就喺隔離嘅太陽城板塊啦，另外一個地鐵口就喺呢個明珠1號附近嘅位置嘅啫。咁到時候運營咗之後呢，坐地鐵可以輕鬆去到廣州、深圳都係 OK 嘅。坐地鐵去到珠海嘅話呢，就需要一定嘅時間俾佢去發展啦。咁除咗呢個地鐵嘅優勢之外啦，呢度旁邊嘅逆線路呢，可以快速通往幾個高速流口嘅。咁去到廣州嘅話呢，就50分鐘、40分鐘去到深圳，同時40分鐘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㗎嚇。如果唔中意揸車嘅情況底下咧，呢個小區附近嘅東區板塊有富逸城，仲有呢個 Coco City 2個大型 shopping mall， 下邊有粵港通巴士可以去到香港好多嘅地方㗎。咁講到商業方面啦，呢個明珠1號咧係唔需要去質疑嘅。雖然冇好繁華嘅大型 shopping mall 地標，但係周邊嘅商業咧全部都係屬於人間煙火呢種生活模式嘅，所以喺呢度居住嘅話咧，鬆弛感係非常之足夠㗎。如果係商業好繁華嘅商業地標嘅樓盤嘅話咧，OK， 我都可以有其他俾你哋去參考嘅。OK， 事不宜遲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去探索每一個戶型嘅內籠情況啦。107平方3+1房嘅戶型內籠格局啦，同樣都係嗰句咧，有清水樓，有大裝修交付到俾大家嘅。清水樓嘅話咧，9000幾就可以擁有一套度假或者係退休養老屋㗎啦。嗱，咁正式翻屋企嘅位置咧，係通過呢個過渡嘅位置㗎。俾大家睇下一個交付俾你嘅門嘅品質啦，好厚重嘅實木門嚟嘅，配置好智能密碼鎖，同時都係有貓眼配置好俾你哋㗎啦。有人過嚟敲你哋門啊，或者係有親戚朋友過嚟拜訪你啊，喺呢個貓眼一望出去嘅話咧，非常之清晰㗎。咁呢棟咧係位於明珠1號一棟嘅位置啦。出邊咧係2梯4伙嚟嘅，相對於107平方能做到3+1房嘅話咧，每個房間嘅內籠構造係一啲都唔細㗎。其實呢個明珠1號佢每個戶型嘅內籠構造咧係真係接近到零公攤㗎。咁呢個積咧雖然細啲，但係去到139平方，仲有142平方，一直到240平方嘅複式嘅話咧，入邊嘅使用率已經係超出咗125%嘅使用面積㗎啦。開發商贈送俾你嘅
第一個房間啦，係唔入證嘅，呢個空間全部贈送俾你。咁到時候中意呢種風格嘅話咧，都可以作為一個禪式飲茶嘅用途，或者作為一個大型嘅雜物間啦，或者係放兩邊兩排嘅鞋櫃、儲物櫃都係 OK 噶啦。由於有清水樓，仲有大正裝修，後期可以根據你哋自己喜好嘅設計去裝修噶。咁呢埲牆咧，其實可以將佢剝咗佢嘅，入邊係廚房嘅位置。如果中意開放式廚房嘅話咧，剝咗佢就形成咗一個現代化嘅開放式廚房噶啦。咁由門口一直到東南朝向嘅陽台，啱先測試過咧係12米長嘅。咁呢個餐客廳嘅開間咧，啱先就測試咗係3.2米嘅開間嘅。成個內籠格局屬於一種溫馨戶型。如果要大啲嘅 size 嘅話咧，OK 可以考慮118以上嘅戶型啦。咁呢個開間咧，只適合放一張中小型嘅沙發啦。如果屋企人涉及到5個以上嘅話，我係唔太建議選擇呢種戶型嘅嚇。咁放一張中細型嘅沙發，對望過去電視背景牆，放一張70幾寸嘅電視嘅話咧，其實呢種溫馨舒適感嘅生活模式咧都比較寫意嘅。雖然而家國家開放咗3胎政策，講真啦，又有幾多個後生仔願意去生咁多啊？係咪？所以國內呢種舒適戶型嘅話咧，係越嚟越多人中意嘅。雖然係做到東南朝向啊，但係明珠1號一棟嘅位置，我係唔太建議大家去買嘅。嗱，我哋而家通過 video 已經見到啦，樓下咧呢條係明珠路嚟㗎。雖然唔係主幹道，但係平時都已經係有好多車一出一入咁噶啦。咁出邊明珠路隔離咧係連接呢個快線路嘅，係連接到周邊嘅高速路啊，或者係其他快線嘅地方嚟噶。我哋而家都已經見到啦，特別係而家高峰期啦，有5點零鐘嘅時間高峰期，好多車喺度一出一入。呢個陽台咧就產生咗有一定性嘅噪音呢個情況啦。如果中意呢個樓盤嘅話，唔太建議選擇一棟嘅，可以考慮入邊嘅5、6、7棟都 OK 嘅。嗱，咁呢個陽台咧又真係有少少得意嘅，整窄咗一半咧，我諗唔明白嘅，冇辦法諗得明嚇。嗱，咁呢度闊度咧係有2米嘅，前半段嘅陽台還算可以，嗰度嗰個角落頭我搞唔明白啦。嗱，咁我哋通過呢個視像咧，再欣賞一下呢個餐廳仲有廚房嘅位置啦。啱先講到啦，呢埲牆係可以將佢剝咗佢嘅，咁到時候交付咧，有個趟門交付俾你㗎。咁為咗展示呢個示範單位嘅空曠性咧，開發商都有啲叻仔嘅。嗱，咁入邊嘅廚房我哋而家見到，除咗呢啲可移動性嘅裝飾品之外咧，呢個廚房係真真正正交付俾你嘅內籠情況啦。咁佢嘅採光窗係西南嘅朝向嘅，大家唔好聽到廚房西南朝向會好熱喎。喺春天回潮嘅時期咧，西南向嘅廚房係會乾燥好多嘅。大家都知啦。春天回潮時期，周圍都濕立立嘅。其實呢種朝向嘅廚房係非常之 very good 嘅，溫馨性戶型啊。餐廳咧就唔會好大嘅。咁而家示範單位呢度個台咧係縮細咗嘅。其實後期放一張6人坐嘅長台係冇乜問題嘅嚇。咁啱先門口嘅咧係其中一個房間，呢度入邊仲有3個房間展示到俾大家睇嘅。嗱，呢個咧係乾濕分離嘅公共衛生間啦。單人儀容儀表台，咁呢個就馬桶區，佢嘅淋浴區就有啲瘦身啦，但係都唔影響有200斤以上嘅人喺度淋浴嘅。嗱，咁再過嚟咧係第2個房間啦。首先睇呢個房間先啦。嗱，呢個房間咧，由於打好晒飄窗啊，其實呢個位置係屬於飄窗嘅位置嘅。如果後期中意飄窗嘅話咧，要自己去加裝。佢交付嘅時候俾你就全部打晒噶啦。不過佢個陽台設置到呢個高度嘅話咧，其實
呢套房都係打咗成本落去嘅。好多屋苑入邊嘅飄窗咧，全部都係玻璃，好慳成本嚇。呢度每一寸空間都係落咗本喺度嘅。咁呢個房間出邊嘅景觀咧，係望呢度本地村民嘅屋宇㗎。床嘅話放一張2米嘅大床係唔成任何問題嘅嚇。2米嘅大床之餘咧，隔離呢個空間仲有地方俾你去打造獨立衣櫃嘅。OK， 咁我哋通過視像去睇下第3個房間。按照溫馨舒適型嚟講咧，每個房間可以做到咁大，每一個戶型真係做到零公攤嘅。嗱，咁呢個位咧係對住西南嘅朝向嘅，夏天咧係有少少熱㗎，呢個係必然㗎嚇。但係都唔影響佢放一張1.5米嘅大床嘅。嗱，去到呢個空間。1.5米啦，咁然之後呢邊咧打造衣櫃啊，或者係書台啊，比較中意打機嘅朋友咧，其實呢度做一個電競房非常之完美嘅。嗱，咁呢個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係套間房嘅設計。睇下呢個淋浴區啦，馬桶區係呢度噶，咁呢度見到嘅嘢全部都係家父標準嚟噶啦。咁如果係唔中意呢個淋浴間嘅防爆玻璃咁樣設計嘅話咧，可以將佢剝咗佢嘅。剝咗佢嘅話咧，佢個空間會大好多。OK， 咁主人房入邊嘅休息空間咧係比較闊綽嘅。雖然一棟嘅位置比較嘈啊，不過佢每一戶咧都做好晒防爆玻璃嘅。我哋而家關咗門嘅情況係聽唔到任何嘅雜音嘅，非常之安靜嚇。見仁見智啦。如果係中意嘈啲嘅話咧，一棟都冇乜所謂嘅。不過陽台咧係做咗一個7字形嘅採光窗嘅。選擇呢種7字形嘅話咧，係佔好大嘅優勢嘅。就算住低啲嘅樓層嘅話，採光性係絕對唔會受到影響嘅。咁呢張床咧可以放一張1.8米到2米啦，隔離咧打造一個衣櫃啊，大家可以通過攝像去睇下啦。總體上嚟講，呢個明珠1號107平方咧，內籠構造就係咁樣嘅設計嘅，有清水樓，亦都係有毛坯交付到俾大家噶啦，冇必要揀呢個1棟嘅位置嘅，可以揀靠喺入邊嘅5棟、6棟、7棟、8棟，咁呢啲相對於嚟講咧就會安靜好多好多啦。明珠1號嘅107平方啦，係呢個屋苑入邊最細嘅 size 嚟嘅。大啲嘅話有118平方，明星戶型有139平方，仲有呢個142平方嘅，一直大到240平方嘅雙層複式，可以做到9個房間咁誇張嘅。OK， 咁有興趣要了解呢個明珠1號其他 size 嘅視頻資料嘅話咧，就可以後台聯繫我啦。或者想知道各大戶型首付係有幾多，月供係有幾多嘅話咧，後台揾我，我提前幫你哋做好呢個價格計劃表。其實提前要了解每個屋苑嘅首付同埋按揭咧，係非常之有必要嘅。畢竟每個人揾嘅錢都唔係大風刮嚟嘅。我通常都會勸誡身邊嘅人唔好因為買樓影響到一家幾口生活緊巴巴，係非常之冇必要嘅。咁成個中山市一直延伸到珠海江門，有低首期嘅屋苑，亦都係有大平層，甚至大到複式住宅到別墅，我哋都係有好多貨推薦俾大家睇嘅。有興趣要了解大灣區嘅樓盤嘅話咧，後台聯繫我啦。